工作，有没有开心？有没有交作业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叫你们做？各组，等一下你们可以上来练习一下，你们要哪一个？下哪一个关键字？很棒哦！看，他全部做完了。全部做完了。那后面还会有化妆啊，然后教各位怎么采访等等这一些，我们的课程会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因为他们帮助人非常的可能更好的是他整草除根，对，就是把这个词艺术都把它融入进去。有，现在还是有啊，国外我记得。香港的区长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就是说，里面说。相关的长照机构以外，那我们对这些。先画下来。双子星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，带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流程。